事分享嘅時間。咁咧，我首先咧我就同大家講一講啦，我哋有啲弟兄姊妹點解咁耐都冇見到佢哋嘅？咁我就同你哋報告一下啦。因為其中咧你哋好耐冇見過許昌華夫婦咧，原來佢哋係翻咗去湖南翻咗鄉下，所以佢哋呢段時間咧就你哋見唔到佢仲有陳芙蓉咧，陳芙蓉姊妹佢翻咗去鄉下湖北嘅，仲有李平婆婆咧，佢要喺今個月嘅20號咧，先至從呢個佢嘅鄉下昆明翻嚟香港到時4月20號你哋都可以見到李平婆婆㗎啦。咁我哋就祝佢平安啦，無論喺任何地方，我哋都祝佢平安仲有千鳳姐姐，佢又琴日翻咗嚟咯，你哋大家都見到千鳳姐姐，係好你好好，謝謝仲有徐美珍咧，佢都翻咗去鄉下江西所以我哋呢排近呢幾個禮拜都會見唔到佢㗎，咁我哋都祝佢平安啦喺鄉下嗰度咁樣我哋嘅仁愛團契咧，我哋主日崇拜前，你哋參加嗰個團契咧，嗰個名稱就叫做仁愛團契嘅，係喺上個月3月22號開始成立嘅。咁我哋紀念呢個日子啦。咁樣之後，我哋每個禮拜日主日崇拜之前嘅11點半咧，嗰個我哋嘅仁愛團契咧，都係會每個禮拜都有聚會嘅。希望大家你早啲嚟到11點半鐘左右咧，就到呢個教會。咁我哋個仁愛團契咧就會同大家係分享一啲耶穌嘅信息耶穌嘅事蹟嘅希望你哋大家係每逢禮拜日咧都11點半鐘左右就嚟到呢個教會參加我哋呢個仁愛團契咁呢個仁愛團契咧就有劉婉華傳道啦，同埋陳淑欣姑娘咧帶領大家去參與呢個仁愛團契嘅請大家係每個禮拜都早啲嚟到教會咁另外咧就一個唔好嘅消息啦，因為我哋嘅會友許瓊珍咧喺上個月佢就離開我哋去返天家，佢嘅安息禮就喺今個月4月份4月嘅23號星期四朝頭早10點喺呢個葵涌殮房出殯，跟住咧就先去到呢個鑽石山火葬場係火化嘅歡迎大家去參加呢個安息禮嘅。記住個日子係今個月4月嘅23號，係禮拜4嚟嘅，係葵涌殮房。請大家如果想去參加咧，你就向我報名好啦。咁我分享嘅事就係咁多先大家一齊同心禱告，同心禱告。呢個你清楚？寫錯，唔好意思我嗌錯你咯。係啦，好唔好？好，我哋一齊同心禱告，大家低頭誠實禱告。敬愛的父神，全備的上帝，我們係咪影？而家都影緊。慈愛的父神，全備的上帝，我們要讚美你，你的大能彰顯天地，你賜下主耶穌聖靈救贖我們，充滿我們。三位一體的神，我們要讚美你，你是獨一的真神，萬有的主宰，你是我們的道路、真理、生命光，是我們的橋樑、磐石、山寨、避難所。
我們要堅心倚靠你，主耶穌，感謝你救贖我們脱離死亡，進入永恆國度，使我們在聖靈裏滿天心意更新而改變，蒙生命的塑造。感謝主，信實的主，我們在你右邊而不致動搖。我們同心禱告仰望你，感謝你給我們的救贖的恩典及寶血印記，通過每個環境及人物塑造我們的品格。我們求你恩手多帶我們的經歷你。我們知道天色不會常臨，人生沒有風浪，你卻應允我們洪水泛濫，你仍然坐着為王，掌管一切。因為你是平息風浪的神，我們要堅心倚靠你。主啊，我們需要更深認識你而認識自己。求主幫助我們眼目注視主耶穌。主啊，我們都是罪人。我們中港台以色列及列邦列國，萬邦萬族萬民都犯罪得罪了你。求主憐憫饒恕我們崇拜偶像、自私貪婪苦毒、主觀驕傲淫亂、詭詐愚昧無知。求主潔淨我們，拯救我們歸向你，成為基督化的國家城市。主在我們身上得榮耀，我們讚美主。求聖靈每天光照我們認罪悔改，蒙主寶血潔淨，塗抹取消我們的罪孽，拯救我們脱離黑暗權勢，用寶血潔淨我們被罪惡遮蓋的心，使我們靈魂體甦醒。求主拯救我們所有親戚朋友、男女老幼，在今生的年歲中歸向你，成為基督化的家庭，塑造我們成為敬畏神、高舉主耶穌、禱告祭壇、讚美的祭壇、傳揚福音的勇士、神國精兵。求主塑造我們屬靈生命，渴慕主話語，熱愛聖經，成為合神心意的器皿。我們讚美主。求聖靈充滿並掌管我們靈魂體，堵塞一切破口，用水道潔淨教會，寶血塗抹遮蓋我們及家人，帶領我們行走成聖的道路，加添我們依靠主的信心。我們奉主耶穌的名宣告，我們滿有神的平安喜樂，恩澤充滿主的道必堅固我們，寶血潔淨我們的心及嘴唇，要發出榮神益人的説話讚美主。求主塑造我們有謙卑順服受教的心，有屬靈的品格、屬靈的生命。求主光照我們正視神的教導，履行十一奉獻的責任，不偷取神的公物，懂得珍惜眼前服事的機會。求聖靈幫助我們，開我們靈眼，活出神的生命。求主幫助我們成長，憐憫我們不過是塵土，因為我們離了主便不能作什麼，所作也毫無意義。信實的主，感謝你讓我們看見你大能的膀臂一直的帶領。B.C. 現在進入裝修程序，求主保守裝修過程平安順利。求聖靈帶領一切的事工，按神的心意旨意成就。求聖靈掌管人心，賜下智慧，能將空間發揮盡用，配搭合宜。求主寶血遮蓋保護每個參與其中的人，未能信主的，求主憐憫拯救他們歸向主。主的名得榮耀，感謝主使用我們。求主雲柱火柱帶領並堅固我們服侍的所有事工，榮神益人，潔淨我們滿身的污穢，塑造我們成為聖潔的孩子。主啊，我們的指望在乎你，你必在教會我們身上得到最大的榮耀。你是配得我們讚美的主。主啊，生命交給你，求主阻攔別人犯罪的心，潔淨我們每天隱而未現、顯而易見的罪孽，斬斷家族咒詛及我們老我敗壞、立志義、驕傲、虛假、貪婪的鎖鏈限制。主啊，世人犯罪得罪你，求主憐憫拯救我們，我們都是罪人，我們需要你。求主改變我們國土，成為基督化的國家，成為倚靠主禱告的祭壇，高舉和宣揚主耶穌的國家。求主成就。主啊，你必笑臉幫助我們。求主加倍與我們同在，我們需要你。求主塑造全美教會，成為禱告祭壇、讚美神的祭壇，高舉主耶穌可以宣教的教會。求主塑造全美教會每位肢體有屬靈的品格、神的愛和義充滿我們，使我們有愛神愛人的心，長得滿有耶穌基督的身量。求主雕琢塑造我們成為合神心意的器皿，神的心意之成就在我們的身上，憐憫我們，憐憫拯救我們親戚朋友歸向主，醫治我們和朋友們親友身上各樣疾病，使我們和親友們靈魂體興盛，經歷主渴慕之更深認識，從而認識真正的自己。求聖靈復興的火燃燒我們的生命，興起我們，重用我們。感謝主。求主將我們宿舍弟兄全部交託，求主醫治他們身上的所有疾病，保守他們靈魂體興盛，堅固他們生命扎根培植，被主重用，更多經歷主。感謝恩主。我們將華典貓仔、俊傑、少立、志遠、敬畏、勤誠、波仔、天月、志崇、俊橋、嘉倫、耀輝、廣亮、志輝交託，
保守他們堅固信仰，求主堅固所有過來人憎恨毒品、討厭毒品，堅定的心遠離毒品，求主激動他們的心，戒除煙癮，反轉他們的生命，能見證主，求主拯救他們的親友歸向主，縱用他們回應恩典救贖，感謝主。求主保守我們教會每天返工的弟兄姊妹和親人們，有做地盤、揸車、送貨的，求主加倍與他們同在，保護他們手腳有力強壯，沒有任何摩擦損傷碰撞，出入平安，感謝主。求主憐憫醫治陳廣亮弟兄、羅霞牧師手腳冰涼，求主調節他們的五臟六腑進入健康狀態，使身體寒濕排出體外，保守現在所食的中藥能藥到病除，咁經歷主的恩典，感謝主。求主憐憫醫治柳師妹楊麗絲癱瘓的身體能夠站立，恢復健康，求聖靈介入這個家庭之下和睦，修補關係得以和好，帶領他們中間未能返教會的能回到教會敬拜主，感謝主。求聖靈充滿我們，復興的火降臨我們中國、香港、台灣、全世界。主耶穌，我們將劉婉華傳道交託，求你恩手撫摸，使他的鼻敏感退去，五官暢通，身體健康強壯，被主重用，感謝主。求主醫治羅玉元和平姊妹乳腺的增生，使身體各樣的疾病患被醫治，經歷主塑造他們生命成長進入豐盛，賜給他們平安健康，身體強壯，靈魂體興盛。求主保守小約瑟健康成長，打開他的脾胃，使他吃飯有胃口，排便暢順，夜晚有香甜睡眠。求神的旨意成就在這個家庭中，堅固這個家庭道路不偏離神的道路，被主重用，感謝主。求主保守廣亮智輝、何麗霞、嘉倫、許寶業、林文照、羅霞，每天有香甜順便。求主保守巴國強弟兄的婚姻相親相愛，幸福美滿，拯救他們全嘅歸向主。求主醫治國強弟兄羅霞的腱鞘炎，身體健康強壯。求主恩手撫摸，使羅霞頭髮濃密。求主醫治骨膜炎和骨折，使一切恢復美好及健康。求主加倍顯明同在的教導及塑造，使羅霞和家族成為受教謙卑、順服合神心意的器皿。求主恩手撫摸中港和弟兄膝蓋痛症，醫治他太太身上各樣疾病，保守他的身體健康，家庭蒙恩得救，經歷主的同在，感謝主。求主醫治韓艾芳體的痛風症，使他腳腿有力，醫治弟兄生蛇病毒，保守完全康復。求主醫治陶月秀姊妹青光眼，使眼睛明亮清晰。求主醫治姊妹甲狀腺腫脹和精神病患，求主醫治憐憫。求主恩待曾道春、羅平姊妹，醫治他們的肝囊腫、白內障、痔瘡和斑塊，膝蓋的痛楚，一切的病患都粉碎而退去，賜給他們腿腳強壯有力，靈魂體興盛，睡眠香甜。求主加倍同在，求主重用他們。我們將陳田開牧師交託，求主恩手使陳牧師血管流通，眼睛明亮，手腳強壯有力，強化陳牧師抵抗能力，感謝主。求主幫助羅宇恩姊妹能有從神而來的智慧考上大學。求主安排愛神的愛人的人的基督徒陪伴我們的兒女和晚輩成長，不偏離神的道路，保守他們出入平安，被主塑造未來能被主重用，榮耀主名。求主醫治嘉倫華屌、胡偉權、楊傑津弟兄他們的幻聽，用恩手撫摸，從裏到外潔淨根治，除去一切擾亂。他們要聆聽神寶貴的聲音。求主在他們身上得榮耀，求主憐憫。求主繼續保守呂樹恩的半月板完全恢復健康，帶領這個家庭歸向主，蒙主保護看顧，感謝讚美你。求主醫治周佩兒阿 Cat 的腎病，堅固他的生命扎根磐石，保守姊妹戒除毒品，感謝主。求主憐憫拯救需要戒毒的張丁貴、伍國良、謝偉基、潤中、少明、Coco、興輝、寶儀、福哥、雅麗、阿 Cat，感動他們的心，願意去戒毒。將正在戒毒的萬明偉、黃俊橋、趙漢華兩位綠月男仔交託，求聖靈堅固他們能戒除毒癮，賜能加力給他們有平靜的心，順利完成整個戒毒程序，脫離
捆綁，經歷主大能幫助，認識主，依靠主，跟隨主。求主堅固戒除煙癮的護衛權柄，保守他戒煙後能持守並身體恢復健康。正在戒煙的呂家倫弟兄、黃志崇弟兄交託，主啊，我們仰望你，求你一大能充滿他們，有憎恨煙、討厭煙的感覺，完成戒煙，能完全戒除煙癮。求聖靈在所有吸煙的肢體中動善工，感動他們有戒煙的心志，靠主脫離煙癮。感謝主，求主我們將黃志崇弟兄交託弟兄肺部有痛感，主啊，你是耶和華拉法，是我們的醫治者。求主因手撫摸弟兄，清除肺部結節和痛感，除去一切不舒服，使肺部強壯，呼吸暢順，痛楚消除。感謝主，求主保守燃點傳福音的火，俾一位街頭報道的隊長和知道的人如得如生命豐盛，家庭蒙恩得救，平安健康，愛神愛人，家添心力人力，團隊傳福音榮耀主名。求主憐憫拯救全世界罪中打轉，憐憫拯救同性戀，將他們彎曲被蒙蔽的心改變，使他們歸向主得自由，脫離同性戀捆綁。求主阻止同性戀在我們的國土和城市合法化。主啊，求主改變人心，憐憫拯救他們。主啊，我們為美國、以色列、伊朗之間的戰爭向你呼求，求你憐憫戰爭中傷及的無辜者，家庭破碎，孩子的恐懼，求主介入其中，保護、醫治、救援他們，將詛咒化成祝福，拯救人心歸向主。求主饒恕人類的敗壞、詭詐、自私，感動各方掌權者有敬畏生命的心，讓他們願意放下報復與目的，停止戰火，能和平對話，有憐憫、公義、和平的心，尋求主的愛而不是仇恨。求主潔淨我們，不讓仇恨佔據我們的言語，不讓冷漠取代憐憫，使我們成為和平的器皿。求主的心意成就，感謝主。求主拯救腳踏在全備教會的所有弟兄姊妹們，拯救我們的家族所有親人們歸向主。保險再次潔淨我們，因手撫摸我們，強化我們新人們身體的免疫和抵抗能力，拖帶我們度過每天。主啊，禱告塑造我們成為聖潔的孩子，結出果子，成為有燈油的童女，與主永恆榮耀千禧年的國度永遠有份。因為我們的全部在乎你，我們感謝主，感謝主，禱告仰望交託，奉賴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名求，阿門。好，今日嘅主日崇拜結束啦。